21日，西安至德国汉堡中欧列车从西安出发，同比去年提前10天达到目标。目前，中欧班列已有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200个城市。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政权利用东突厥斯坦的资源谋取效益，却没有给拥有这些资源的当地民众带来任何利益。目前正在东突厥斯坦持续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中共政权，不断加强对东突厥斯坦资源和强迫劳动产品的出口。根据读卖新闻21日报道，日本政府正考虑列装1000枚以上的远程巡航导弹，以西南诸岛到九州为中心进行部署。根据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2日透露的消息，防卫省2023年的预算申请金额创下了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公安部与国家安全部分析显示，如果美国、欧洲与日本因中国侵犯台湾而对北京实施类似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中国将回到对世界封闭的计划经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一指责乌克兰情报机构制造了汽车炸弹事件，炸死了俄罗斯主要民族主义理论家杜金的女儿杜金娜。父女两人都坚定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没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乌克兰总统顾问周日否认了乌克兰参与了这次汽车爆炸事件。台湾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中国15架战机和5艘军舰出现在了台湾周边区域，其中11架战机在台湾划定的防空识别区西南部区域飞行。声明指出，台湾方面通过电子追踪系统、巡逻机、船只和地面导弹系统跟踪了中国的飞机和军舰。四川省由于水位下降，水力发电厂出现了严重发电危机。截止周四，为了补上水力发电缺口，四川政府决定67座火力发电厂开始运行，并要求所有工业企业继续停产。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开始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关注。中共当局也加快了利用经济方面的影响，试图掩盖罪行。8月17日，巴基斯坦传媒大学附属中国研究中心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了题为"新疆政策对话"的专题会议，